马式运动爱人同马的培养感情哦。苗栗中南有一对后生嘅马式选手柯怡婷，伊喺马场打工为6年呢。每日喂马的、洗马的、同马的时髦、同人客练马的，本伊同马的呢培养嘅过好嘅默契。教练都鼓励伊有限呢来练障碍马式。没想到能训练嘅3年，都连续2年得到马式障碍赛嘅冠军。柯怡婷也喺马式运动当中寻到嘅自家嘅一条路。每天跟它相处，拉出去帮它刷刷毛、梳梳头发、整理它，跟它培养感情啊，然后去慢慢去了解它的个性啊。骑的过程方面也会比较好骑啊，就是让马舒舒服服的，对吧？就每天陪它。喺马场做事嘅柯怡婷，做得個日日同馬嘅強下。愛顧家三傳同神法，還愛啲馬嘅情緒變化。其實跟馬接觸久了，可能要求什麼肚子餓啊，或者哪裡不舒服啊，一看就是看得出來。它的耳朵如果是往前豎的話，就是代表在注意某件事情。那耳朵如果是前後擺動，就代表那個馬匹是在放鬆的狀態下，所以你也可以去接近它。如果它耳朵是整個往後背貼着。這種馬我們就先不要去靠近它，因為它這種代表它在警戒。啲無人氣嘅馬場地度，當伊做事做到汗流滿落，柯怡婷無吃到苦，也同馬嘅培養出良好嘅感情。馬場調教同馬術教練，因為佢有練馬術障礙嘅天分，鼓勵佢上馬嘅練習。手不要太长，但是也不要拉，手不要太早拉。其实马术运动，你要喜欢这个运动，首先你要喜欢马，对，那你喜欢上它以后，它才会喜欢你。因为马很敏感，所以你喜欢它不喜欢它，跟它相处跟它互动，它都会有感觉。那当你喜欢它，它就会对你有信赖感。没问题。刚开始跳。家前都会有一种心理压力，因为他什么时候跳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办法控制他，因为我还不太会去骑它，可能还不点抓不准。家前会有啦，就是譬如可能跳障碍刚学吧，摔下来啊，常常摔啊，不過還好啊，就是摔了再上啊，多摔幾次就好，也不會怕啦。一片做事，一片接受訓練。年嚟3年來，柯怡婷當着無目的大家嘅希望，要想得到101年大專比馬術障礙嘅年金票賽。香港2013年 FTI 世界挑戰比同全國障礙超越積分賽嘅冠軍。就是越活潑，它的動態跟它的韻律越大，所以我們就要訓練馬匹有活力了，所以我們就要去針對人。所以我們練習，平常在練習騎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去找到人馬配合的那種感覺。所以你像那種比賽障礙的，它的跳的高度越高，它的活力一定要夠。如果你不夠的話，跳沒辦法跳得過去，一定會踢桿。馬術運動跟其他運動比較不一樣的地方，就是說它的對象是一個生物，是一個動物，它有思考的能力。那所以它的變化很多。那馬術運動說穿了就是一個溝通。那你怎麼樣跟你的馬達到一個很好的溝通？那讓這2個運動員一起來發揮，那很重要。馬場嘅一隻角頭巷，老師傅啲嘅敲敲打打，愛同馬嘅組械馬蹄鐵。愛馬嘅尾奏，就愛有虎尾道夾腳嘅馬蹄鐵，唔但槍保護尾道馬蹄，就家下未會針對地面，就行卡夾。嗰就係啊，保護緊嘅馬嘅腳啊，你像係數字咁樣，佢馬啲運動佢會越挪越短，挪到佢有神經嘅地方，佢就擺腳嘅，就唔會行路嘅，你就冇辦法提起啊，對啊。cái má xí ra kèo tôi cho ngày nay xài xí ra đi này chung nhau
佮你呢无脏诶，你看样会去，哦，你们没办法去了一个成绩出来啊。马术运动其实讲起来，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合，就是它包括了畜牧业，就是你要有好的喂养，那还有兽医。那刚刚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镜头，就是有好的钉长的师傅，那再加上好的训练，这几个环节要环环相扣在一起。可能去听嘢的，马係冇辦法乖乖嘅本師傅來小睇，講一天拿定木草危機，何必卡天地位？接觸馬術運動過後，講一天內心也變加以好。啲馬係成功，佢學會嘢要有耐心，唔可以硬度硬就解決嘅問題。像我以前騎，可能就是马骑得不好，脾气一起来就会脚踢什么的，马就会变得很紧张，反而会骑得更不好，还会冲起来。那你就是要慢慢跟他磨，慢慢跟他磨，培养自己的耐性，就是换个角度去骑它，脾气会变比较好啊。就是个性上，我自己本身也会变得比较好。不管到哪个马场，我们都一定是走在马的前面，绝对不要走到马的后面。那我们一般上马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會在從馬的左邊上。因為台灣嘅馬術運動並唔普遍，也較冇後生嘅馬術選手。馬術界一度嘅教練就知道孔二田會有以後嘅發展。孔二田托嘅學校，能把也會開馬拖，將佢來發揮學到位，教後生嘅用嘅騎馬嘅推廣馬術運動。佢想去推廣安尼馬術，所以安尼就來利用安尼學校嘅編選，做250公尺嘅馬拖來俾學生嘅來學習，來推廣健康休閒嘅運動。安尼學校嘅馬場來做好嘅吼，安尼就會期望佢一方面佢都有學嘅這樣嘅技術，來到安尼學校來推廣。那事實上，馬術運動在台灣目前來講，也正在蓬勃發展。我看到整個市場有在進步，有在變大的那個，但是人員的部分我們有很欠缺，所以有新血的加入，我們都很希望好好的訓練。孔二田現時嘅目標係通過120公分嘅總愛比賽，行個考到教練證照。2年前嘅100機會，佢變到當校騎馬嘅行個練馬術。佢本身唔好讀書，咩唔係大家冇做條項嘅怪聲人呢，一下佢動有信心，咩簽到嘅目標，當3萬嘅啲嘅達標。